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带着一个敬虔渴慕的心，咱来陪伴家己，来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疼家己的性命的，就丧失伊；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保伊到永远。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78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咱请起立。
咱由阮徛咧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你的刺，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用。经文第6篇，也就是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一声。去底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因的献祭，嘛唔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告诉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互你永生的子民落去深渊。一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对创世以前，你就听阮、拣选阮，互阮能成做上帝祝福的囝儿，互阮每一天伫主内底。得到你的眷顾甲保守，特别伫疫情的中间，有你来固守阮，阮就10分的平安，阮的心都有自在，阮的心对你遐搁较得到搁较大的快乐。阮知无论阮伫倒落做啥物，阮相信你的神拢要甲阮三甲伫地，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今仔日也是爸爸父亲节。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有找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通过主耶稣甲主上帝的互动，互阮学习要怎样来建立一个好的亲子的关系。阮也感谢你留来这个好的模范，互阮通尽阮做囝儿的责任，爱怎样来尽阮有效的心。恳求天父上帝，是阮伫阮的老爸身上，享受互阮的老爸健康，享受因快乐，享受因伫永远你的听内底。诗篇嘛有讲，囝儿是上主所享受，囝儿是你所赐予阮的福分。老爸是囝儿的典范，老爸的言行甲思想，伊的信仰。嘛会影响到后一代。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甲福分，所以阮做父母的
嘛爱用上主上好的即个道，好好来教导阮的囝儿，互因伫一世人因行伫你正确的道路的面顶，互阮做老爸能成做阮囝儿属灵的热坎，互阮的言行举止，互阮对上帝的态度，嘛用成做阮做囝儿的典范。祝阮伫后礼拜嘛要来恢复部分的实体礼拜。祝阮恳求你的神，伫过去怎样来保护阮？阮相信伫未来的日子，你要加倍来恩待阮，甲阮三甲伫地，互阮所有伫礼拜的备办准备，以及兄弟姊妹心，祝阮拢恳求你来看顾，互阮一切拢会用顺遂，互阮伫礼拜堂内底用来享受。祝你为阮每一个人所备办丰盛的宴席。祝阮伫16号开始，阮要有新的阶段的灵修的密想。祝阮恳求你来随便搁较侪兄弟姊妹参与伫即中间，互阮照着你的话语，照着祈祷，深深互你的神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深深感受到阮活伫伫每一天拢有新的快乐、新的祝福、新的即个领受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祝阮感谢你阮有一个兄弟伫软弱的身体伫软弱的中间，恳求你继续来施展你的大快乐，来拯救，来亲主亲自来甲因三甲伫地。阮将阮一切祈祷摆在主的面前，恳求你甘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赞美，咱要来看圣歌队早前所录起来的赞美的诗歌。今日要学到的歌曲是《旅途的歌》。你窗外，困归平生。
咱即是要来共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耶利米书。咱今日要看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耶利米书36章第1节甲第8节，第二位是45章的第1节甲第5节。耶利米书36章第1节甲第8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第4年，有话对耶和华领导耶利米讲。你着摕一本册，将我所对你讲要攻击以色列、甲犹大、甲各国一切的话，对我甲你讲话的迄日，就是对约西亚遐的日起到伫今仔日，拢写伫迄内面。检查犹大家要听我所按算，要讲互因一切的灾厄。直到因要越头，逐人离开因的歹路，我就通赦免因的罪过甲罪恶。耶利米就叫尼利亚的囝巴录来，巴录就将耶利米所讲耶和华对伊讲一切的话，拢记伫册。耶利米吩咐巴录讲：我受阻碍。袂入耶和华的厝，你着去，将我所传你所写伫册里耶和华的话，伫耶和华的厝，伫禁食的日读互百姓听，也读互对遮的城来犹大人听。检查因要伫耶和华的面前谦卑祈祷，因要回头。逐人离开因的歹路，因为耶和华对即个百姓所讲要发出的生气，迄个生气真大。尼利亚的囝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伫耶和华的厝读册内所记耶和华的话。第二位圣经第45章。咱要看第1节甲第5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囝约雅敬4年，尼利亚的囝巴录将先知耶利米所传遐的话记伫册里。迄时耶利米对伊讲：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论到你有安尼讲，你捌讲我有知的啊。耶和华伫我痛苦的顶面加添忧愁，我吐气甲野生，袂得到平安。答恁着安尼甲伊讲，耶和华安尼讲：看，我所建立的，我袂拆毁；我所栽种的，我要拔起来。全地拢安尼，你为家己都无大代志吗？无得到无看，因为我要互灾的降落伫见有血气的，总是你无论去倒落，我要互你捡着家己的性命。这是耶和华讲的。讲道，咱要请张牧师，伊今仔日要讲道的题目是“重新捡着家己的性命”。请咱搁一个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感谢你，你的正经儿分散伫各所在，即时已经聚集伫你的面前，伫父亲节的时来孝念阮伫天的爸。阮感谢你，因为你亲像老爸一路引带阮，祝福阮，陪阮行人生的道路。毋那安尼，你也赐阮伫地上的老爸，互伊会通成做阮成长的时上大的帮助。伫老爸牺牲辛苦拍拼的面，经起一个家庭，也将阮养育大汉。祝阮伫父亲节的时，特别孝念这个爸爸因的辛苦，因对家庭所付出一切的牺牲。因对阮的温情，今仔阮中间也真侪人爱扮演做老爸的角色，主啊，阮的士大人所留予阮的模范，也是阮伫天的爸，
上帝，你所教示阮、留互阮的，毋望阮也成做阮的囝儿，真好的典范。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相款，你是阮的阿爸、阮的老爸的上帝，是阮的上帝。也毋望你继续成做阮囝儿的上帝。也互阮将这个信仰的传承一代传过一代，逐代来经验上帝，你是阮的牧者，你引带阮行人生的道路，经过金色旷野地，也是伫死荫的山谷，亲像老爸伊的疼无离开阮。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你的能力也无离开阮。今仔日，阮通过圣经所教示阮的。恳求你，也互阮成做一个真诚实、属灵的老爸，互阮会通伫阮人生的过程的中间，成做阮家己本身、阮的囝儿水好的帮衬。伫人真有限对真理的传达的限制下面，上帝你奥妙的真理，你奥妙的能力甲教示，直接通过圣神对分散伫各所在你的百姓、你的囝儿。来对因启示，对因讲话，阮恭敬将这个敬拜奉献伫上帝你的面前，愿你悦纳阮心灵甲诚实的侍奉，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定心捡回家己的性命我咧准备这篇的讲道的时阵，我想我先爱来甲大家分享有几个圣经上翻译有时所会发生的问题。如果你若读和合本的修订版，你会讲45章第5节，上帝通过耶利米对巴录讲：你无论倒位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这个描写是真直接真清楚。上帝要保全巴录的性命。总是如果你若是摕和合本的圣经这修订版搁正一版叫做和合本的圣经。这段意思都无讲真共巴录，你无论对倒位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你家己的命，你要甲抢夺倒来，成做一个迄个捡倒倒来的一个战利品这是耶和华讲，迄个意思更较强烈。若是今仔日咱这个圣经，今仔我的题目就是用台语的圣经。上帝通过耶利米对文士巴录讲：总是你无论去倒位，我要互你捡到家己的性命，互你的性命，搁一摆捡倒倒来，是失落去，总是你会通过捡回你的性命。我的题目是为台语的圣经所翻来，重新赎回自己的生命。我想咱大家经过这个2年，特别将近2年我来查一个目前 COVID-19 的这个情形，伫这一年外，特别2年的时阵，全世界已经有2亿，差不多300几个人有确诊，死的人400几万人。咱台湾伫为5月开始，忽然间就增加非常的多，已经到确诊有15000几个人，嘛有800几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伫美国的时阵更较严重，美国一开始非常的严重，只是因为有注疫苗，逐个人敢若有较放松去。美国有3500万人得到，61万人过身。我最近甲美国的朋友伫遐咧联络的时阵，伊甲我讲，因为2020年3月开始疫情的关系，所以伊拢毋敢去找医生。到即阵，逐个拢注射了，伊就开始倒转去找伊的家庭医师。甲家庭的医师，甲伊讲实在是真早都爱来看，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家庭医师甲伊讲，实在活得真好啦活得都活着真好，会通活伫这个世间，敢若这个命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是捡倒转来，会通活着真好。今仔日我用重新捡回家己的性命，这段圣经有真具有一寡背景。就是上帝甲先知耶利米，以及一个咱较无识、圣经较无名，总是真重要的人物，叫做巴录。伊迄个关系，今日要用上帝和巴录，这个应允讲，你要定心捡回家己的性命，
来甲大家三甲思考咱家己性命的问题。捡到家己的性命啊！我这条命是捡倒转来。我想咱有时会听到安尼，就譬如讲好家在，我本来已经差不多无愿望啊，总是幸好好家在会通捡倒来，这条命捡倒转来，重新啊走回正途。咱讲好啊，本来圣经讲以自己的生命为猎物，就是甲抢倒转来，甲夺倒转来啊，重新有迄个生命的主控权，迄种的意义。你若看45章耶利米，圣经前后文看起来，上帝甲巴录讲的就是：当我审判在的全面临到既若有血气的时阵，我耶和华的确要保全你的性命，要互你捡到你家己的性命。这是什么款的情形？就是这个文书巴录，伊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志，感觉上帝已经放杀伊，已经无咧管顾伊的时阵，上帝借着耶利米，互巴录个人一个真大的应允，你要搁一届捡着家己的性命。啊，咱先了解到这段圣经的一寡背景，趁这个机会来介绍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伫圣经内底占真大的分量吼，啊，伫这个先知册内底。伊写耶利米哀歌2本。啊，耶利米即个老目屎的先知，伊一世人就是互伊提先看到的2个异象。啊，为着这2个异象来活，咱会通安尼讲。你若读耶利米1章11节到14节，当耶利米出来诚做上帝的代言人，诚做先知的时，上帝安尼讲：耶利米1章的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耶利米啊，你有看见什么？我讲我看见形树的一枝。耶和华就对我讲：你所看的是对，我得管顾我的话来成伊。这是第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耶和华的话第2摆临到我讲：你看见什么？我讲我看见一个鼎咧滚，伊下面对北西转过来。耶和华就对我讲：要有才的。对北方发出，临到这所在一切徛起的百姓。耶利米一生伫这2个异象的中间来活。咱唔知讲形树枝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中文看无，当然咱台湾话嘛看无。形树枝甲看守，希伯来文的发音是共款的，所以上帝可以看第一个异象是：我的确讲的话，我一定做得到。我必看守我的话，我讲安尼就要成伊。所以上帝和耶利米第一个真强烈的信息就是：我若讲安尼，我一定做得到。第二个信息就是：你要看见你所处的时代，你的国家有一个真大的威胁为北边过来。这亲像咱今仔日，咱伫台湾，咱就是真大的威胁对中国迄边过来共一样。所以，这个老目屎的先知，伫这2个异象的中间，伊体会到上帝一开始就互我知影，伊是信实的上帝。伊一的确讲要降灾祸，这个灾祸就一定会到，除非讲人来反悔。第二个就是伫伊的时代，迄个灾祸为北边巴比伦来。巴比伦是南国犹大上大的威胁。所以，伫这两个异象的中间，耶利米一生都是咧传讲说，伊要对伊的百姓、对伊的国王、对大臣讲，咱的国家若无要悔改认罪，离开咱的歹路，倒转来上帝面前，上帝一定通过巴比伦来教示咱，国家一定会灭亡。所以，伊伫这耶利米书，咱看伊苦口婆心，总是讲的话无人要听。后来，咱知影历史的发展，就是确实。南国犹大后来就巴比伦灭亡，然后有真侪犹太人去互掠去巴比伦，总是耶利米无伫迄个行列内底，伊继续留伫耶路撒冷，国家灭亡，总是伊也留伫耶路撒冷。后来留伫耶路撒冷，这犹太人佫想讲巴比伦离咱种远，因想要反抗背叛巴比伦，总是巴比伦未容允伊属下
手下败将这犹大伫遐背叛，所以因个派兵落来的时阵，亚利米不得已缀着这一寡人逃亡去到埃及，后来伊伫埃及过身。亚利米一生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先知，一个老目屎的先知，伫迄个所在所讲的无人要听。今日咱有即个背景的了解，咱就来介绍即个文士巴录。咱知影伫迄个时代受教育的人可能真少。会晓写字、会晓记录的人搁较少，所以伫古代的社会，一寡重要的记录，咱讲亲像大书一样，你需要公开宣读，也是这文件，爱有专业的文书伫迄个所在来代笔，所以伊的地位非常的重要，伫社会也真受尊重。巴录这个人就是一个文士，咱对圣经知影，伊是先知亚利米的书记。亚利米对上帝领受一寡信息，伊无家己写，伊透过讲互巴录听，巴录甲伊记录落来。伊是亚利米真好的朋友所以伫遐亚利米对上帝所领受的信息，巴录甲伊记录落来。有圣经学者讲，咱今日所读亚利米书的编辑的人，真有可能就是即个巴录。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是亚利米36章第6节。亚利米互巴录一个任务，伊讲你去，将我所传你写伫册呢，耶和华所讲犹大遮的话，你去耶和华的厝，去圣殿，伫禁食日，读互遐百姓听，读互遐其他的城组织来伫耶路撒冷遮犹太人听，望因听到遮的话了后，会认罪悔改，上帝都无将迄个在下降伫因的中间。伫耶和华的厝，伫禁食的日，即个禁食，就是因为巴比伦为北边已经要落来，国家伫紧急的状态下面。耶路撒冷的百姓是有要求讲，恁来禁食，大家伫圣殿组织祈祷恳求上帝，互国家毋免拄到即种的灾难。总是因为亚利米定定讲遮个人无爱听的话，所以国王也是遮个民间的领袖禁止亚利米去圣殿，亚利米袂当入去上帝的圣殿，所以伊选一个大家咧禁食，大家咧求上帝怜悯。这个时机，将上帝的话去讲互遐百姓听，检查因较愿意去听。所以36章第3节，上帝甲这以色列百姓讲，检查犹大家，因为我通过你甲因讲这的话，我甲因警告讲，会降一切灾厄，要到伫因的头壳顶，因的额头。离开歹路，那安尼，上帝讲我搁要赦免因的罪过，我就无要将即个巴比伦即个威胁我就会通甲排除掉。总是巴录照亚利米的命令去到圣殿读的时阵，百姓确实有听，总是可惜就是当时一寡王甲大臣因对即种的信息当作是无稽之谈，充耳不闻。咱若继续读落去36章，你会看见讲，其实迄个当时巴录去到圣殿读这话的时阵，检查一寡民间的领袖、一寡贵族无听到，所以36章伫后壁讲，即寡民间的领袖、即个贵族要求巴录讲，无亚利米写，你是遐代志，你带来，佮讲一解互阮听。36章16节到19节，伊就记载。巴录就甲这民间的领袖搁一解读互因听，听这一切话，这领袖大家惊吓三看，因就甲巴录讲，阮决断将这个信息去讲互王听，然后因问巴录讲，请你甲阮讲，你讲这个信息是安那来？你用啥款来写亚利米所传一切话？巴录因这贵族甲因讲，亚利米亲嘴对我讲这话，我就用笔墨写伫册呢。遐贵族听了，甲巴录讲，你最好甲亚利米去密起来，毋通互人知影你伫倒落。因知影即马即个警告话，若传到王甲遐有关系的人，恁家己的性命会有危险。
因为恁这忠言逆耳吼，会为着恁家己带来杀身之祸。我想咱若经过这白色恐怖的人，拢知影迄个政府、迄个政府的暴力，迄种的恐怖，恁去比起来，唔通互人找着。然后果然，因这贵族将巴洛讲的话去讲互约雅敬听的时阵，这个王不但唔听，伊将巴洛所记录起来。咱知影当时要写一个书卷，唔是遐简单，唔知写伫羊皮纸，还是写伫什么款的卷顶，真辛苦完成的书卷，到王的面前读互伊听的时阵，王是安尼甲伊处理的：36章22节到25节。迄阵拄好是9月，检查迄个时阵已经开始天气咧冷啊。王坐伫过冬天的厝，东宫啦吼，伊个冬天的皇宫，伊个面前有火炉，伊叫犹地即个人，伊既若读3篇还是4篇，王就用书记的刀甲伊挂起来，甲伊等伫火炉内底烧，到规本拢烧了伫炉中的火。王甲听见这话人神，伊边仔这个大神，因根本无咧听，因拢无惊，伊嘛无因为听到安尼来反悔拆离因家己的衫。中间有几个人，即较忠心的，甲伊讲王啊，唔通烧迄本，总是伊唔听，唔听，伊命令真正照这贵族命令讲去掠亚利米甲巴洛命令这个人去将这两个人甲掠起来，总是耶和华甲因看捌，已经去密起来，所以因找袂到亚利米甲巴洛。王将迄本就是巴洛所写亚利米迄个话烧去了后，上帝竟然阁命令亚利米讲，阁定写一本啊！你阁摕一本，上帝苦口婆心，就是毋望约雅敬即个王会通阁一改来听上帝话，所以即个亚利米甲巴洛阁定心写一改。总是咱去体会巴洛甲亚利米的心。即个巴洛，伊伫社会上尊重伊尽忠伫上帝会讲上帝的话，伊尽忠伫亚利米。总是讲到倒位，这王竟然要去孝顺伊的性命。伊对国家的前途，伊伫遐操知影讲上帝受气遮尔大，咱的国家若无火解，迄个北平来，迄规个鼎咧滚咧倒落来时，咱挡袂牢。总是拄着真侪挫折，巴洛失袂去，袂失去，伊用要崩溃。所以咱跳到45节，45章，亚利米45章，伊巴洛伫遐 complain。捌 complain， 然后上帝借着亚利米甲伊讲，上帝听到啊，上帝讲你捌讲，我有知的。为什么上帝耶和华伫我的痛苦的顶面，阁加添忧愁？我都已经为着国家非常的痛苦，你要阁互我为着我家己的性命伫遐烦恼，我实在吐气到野生，我心灵拢袂得到平安。巴洛一个社会受尊重的文士，伊家己有家己的生涯规划，伊有社会地位，无想到讲我为上帝为亚利米去尽忠到这个程度。今仔日不但我的前途无去啊，甚至我的性命也难保。伊心内心里交瘁，上帝你伫倒位？为什么互我这种的动荡？上帝借着亚利米，互伊45章第5节。伊讲：你为家己多无大代志嘛？毋免阁多无看，因为我要互在下降落去，然后迄去。上帝审判已经伫要到，总是你无论去倒位，我要互你扣着家己的性命。上帝互巴洛一个应允，一个单独互伊的应允，定心找回你生命的方向。我想上帝伫45章真短啦吼。迄个亚利米45章敢若5节尔，上帝提醒，借着先知亚利米提醒巴洛讲：你家己觉得自己很可怜，上帝拢已经无咧顾你，你的自怜神听到了。第3节、第4节，上帝和巴洛讲：
请你毋通干那想着你家己，你想上帝的心。上帝讲我是偌痛心，我所建立的，我竟然爱甲拆毁；我所栽种的，我今仔日爱甲拔除掉。全地拢着安尼。事实上，上帝比你搁较痛苦，上帝比你搁较艰苦心。犹大国的罪，互上帝遮尔心痛。所以你毋是干那你家己咧艰苦，你嘛无需要为着家己图谋大事。我互你上大的赏赐就是，当上帝话实现迄一天，你要定心扣着家己的性命。弟兄姊妹，我毋知你有共款亲像巴录这种的心路历程也无？咱有时有真侪愿望，有真侪愿景，总是拄着足侪代志。不管你伫公司、伫家庭，我要建立一个什么款的家庭，是一个也未结婚前，讲我的家庭一直是足和谐，总是真侪代志事与愿违。伫教会事奉嘛是安尼。心灵渐渐互迄个无力感。我上帝，你敢还搁咧客？上帝，你会听，你的能力，你的带领到底伫什么所在？伊想要放弃啊！特别咱伫教会嘛是安尼哦，咱团结会长、长老、执事有足侪，我想要推动这个事工，总是敢若阻碍不知大，有真侪人无一定会认同等等啊，真侪挫折感。所以抱怨连连，上帝啊！你伫我的痛苦观点，搁加添忧愁，我都已经服侍到真无力啦！你加添忧愁，失去服侍的动力，也失迷家己性命的方向，八路迷失了。也人讲，定心扣回家己的性命，定心走回生命的正道，正道伫这个所在，互灵命成长。所以我要进入到今仔日，配合今仔日是父亲节，咱对路加15章迄个放荡主的故事来看，做老爸的心怀。扣转来就是捌失落，敢毋是安尼？要扣转来家己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已经失落去，已经迷失方向啊！咱大家真啊 Amazing Grace， 今仔日伫咱的圣诗内底608首，迄个稳定真奇妙，是因为我前失迷去。前失迷去，今仔日上帝引导我倒转来，互我重新拾回我的生命。为什么失落？伫路加15章内底，咱看迄个放荡主失落去，伊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伊要往远方去，对迄个世界去为家己度无，离开上帝，离开天的家庭。总是浪子，毋是干那一个，这个家庭两个浪子，一个迄个大囝虽然人住伫厝内，总是伊嘛已经失迷。伫迄个老爸厅内底已经无感受到，伊家己嘛已经失迷去。到底我伫这个家庭内底，我是做一个努力咧做，还是暗示？伫迄个厅的迄个麻痹了后，伊看袂到，伊伫家庭内底。迄个老爸对伊的尊重，对伊的疼痛。我要讲这个事实上是介绍一本册，然后机会请咱会通去看。今日是父亲节，咱看父亲的角色。荷兰的画家林布兰捌画700度吼。如果有机会，这本册吼，迄个卢云泽是徐承德翻译，真久啊，1997年校园出版社。用700度伊有感受，所以这作者伫遐来描写这个故事内底几个人的角色有真好的一个，互咱会通学习的所在。咱看见伫路加15章放荡主的故事，其实我咧读这篇的放荡主的披露的时候，我感觉人的人生敢若嘛经过3个阶段，人。伫灵命的成熟的观点，嘛是经过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敢若咱拄出社会，咱拄毕业了后，咱雄心勃勃，认为讲我的能力各方面，我要为家己度无大代志，我要大展身手。我伫迄个所在，我要得到社会的肯定，我要得到世界娱乐，
伫名声地位的观点，亲像这个小儿子的阶段，为家己都无大代志，所以上帝等我后摆有闲的时候，我才来想，上帝家我要离开这，我即摆真无闲，事业足无闲咧，工作足无闲咧，离开神的家，往世界去涂抹大事。到第二阶段，咱若到一个程度，到中年以后吼，咱会感觉讲，理想甲我实际吼有一点差距呢。我伫公司遮尔忠心咧侍奉，我遮尔认真咧经起一个家庭，总是敢若无讲真侪人甲我感谢呢。公司对我无讲真公平呢，所以心内充满了一寡不满、嫉妒，做甲真艰苦，感觉个这我咧尽我的义务的迄个阶段。到第三阶段就像即个老爸，伊咧无条件伫迄个所在，对因两个失迷的囝，迄种接纳、下面祝福，伫迄个所在，诚做一个属灵很成熟。虽然细汉囝对老爸遮尔无礼貌，将我用伫咧互我，老爸也未死到咧讨财产，即个囝伫遐甲伊抱怨讲，是安那你拢无爱抬只羊仔互我，甲我遐。这个老爸承受很多误会，总是伊真成熟底下接纳、饶恕、祝福。今仔咱做伙来学习的父亲节，望咱伫灵命的观点，伫性命的观点，亲像一个老爸共一样。咱看这个细囝，伊为着追求世界的名声甲地位，为着肯定家己存在的价值，伊离开厝。甲老爸讲，我要家己去拍拼，来都无大代志。是，咱若看圣经一开始，伊带遮尔侪财产去到远远的所在的时阵，世界真欢迎啊！你有足侪资源啊，所以阮真欢迎你，阮真听你啊！你真少年啊，你真有能力啊！做一段时间了后，这个世界充满了毋过你即摆已经较侪岁啊！即摆你学迄部分吼，即摆人新的毕业的学生吼，因为电脑加真熬啦，你遮已经迄落，所以阮礼学府可能你诚做一个台生互考虑的，一开始可能真欢迎，总是你爱符合我的条件，你对公司有贡献，你要对这个家庭你本来毋是讲要买一间厝，互咱的家庭，今仔日。到底厝伫倒位？有足侪遮个代志，互咱感觉甲咱原来的愿望已经有所差距。咱若要伫即个世界找迄个无条件，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的真困难。我们都要凭着我们的表现，都要凭着我们的能力，世间才有人接纳你。我们一直在伫这个世间咧流浪，望世间搁较侪肯定，较侪娱乐。圣经甲咱讲，这是空空对无？有人咧讲老爸哪会无爱阻止这个囝离开？上帝听就是望我无得我放你单飞，互你去走撞去咯，到一个程度，望你家己会知影讲。伫这个世间，甲伫老爸家是无相像的。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方向。当这个世界认为这个细汉囝已经无利用价值，伊的钱拢开了以后，不得已去起低。这个细汉囝迄个孤寂感，我讲我感觉遮尔艰苦，我一定爱用我的表现才会通接到人的接纳。我敢是我老爸所疼的囝，已经失去一切人，好佳在伊会记你讲，我还阁一个身份啊，我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啊。路加15章17节讲，伊醒悟起来，这醒悟就是上重要一日。伊讲我要起来，我无爱阁伫即个世间，伫迄个所在找疼，找迄个无条件的疼，我要倒转来找我的老爸，伊会醒悟，然后伊开始行倒转去厝的家庭。另外一个放荡主伫厝的放荡主是大囝。当伊的小弟转来的时，圣经讲伊伫园林咧做工，非常的负责。总是当伊听见厝里咧开 party 的时，
伊毋知是甚物原因，所以叫人来问。所以到时伊忽然间心内真不平，讲啊，我老爸我为着你安尼拍拼做工，安你敢有公平？你伫我的痛苦，我已经做甲真艰苦啊！啊，小弟伫外口伫遐开到这个程度，你搁安尼对待伊，你伫我的痛苦观点加添忧愁，亲像巴罗甲一样。我做甲安尼啊，我有知影上帝，你伫我的痛苦顶面加添忧愁，我吐气甲我袂得到平安。大囝受气，毋入去。兄弟姊妹，咱今日父亲节，我想有真侪老爸嘛咧哀叹，嘛有亲像即个大囝即种的哀叹。我毋知为着即个家庭牺牲是甚物目的。我安尼拍拼认真咧做啊，为什么我的囝儿袂体会我即种的辛苦？为什么我厝里的人，我的太太无甲我肯定，无甲我学乐？安尼敢有公平？是安尼敢有公平？我做到安尼啊！即个家庭内底失败，就是即个囝虽然伫疼的内底，总是已经对疼麻痹，伊敢若咧真义务尔。今日真侪老爸伫家庭内底是感觉啊，这个义务不得已爱去做的，伊感觉家己非常的可怜，感觉无得到人的肯定，伊袂记你讲。是无言的付出，所以当伊有一天忽然间举起来，伊感觉我的付出无得到相对的回馈肯定的时阵，也对所听的厝里的人受气，亲像一个囡仔共一样发脾气。今日我为着这个家庭牺牲偌济，恁逐个人敢知影？极度孤单、自怜、不断的发言员，真侪基督徒嘛安尼，真侪上帝萝卜嘛是安尼，到最后的时阵就讲。不得已去做这个代志，去侍奉上帝，去伫这个家庭尽我的责任。外表看起来实在是顺服，无可指责，总是心内有一股黑暗的势力，想高抬自己，来批判、来谴责、来发怒。伫上帝家内底无享受迄个侍奉的喜乐。敢若感受到迄个责任的重担，所以这个囝嘛失袂去，伊需要重新去捡回来家己的性命，知影我伫上帝心目中、伫老爸的心目中的角色，我都爱入来伫这充满稳定的家庭。最后，咱毋茫会通成做一个无条件会通接纳、会通用疼来付出属灵的成熟者。在咱一生中间，上帝是无条件接受我。我嘛知影家己真侪缺点，有真侪会互上帝感觉无法度通接受的这罪恶，总是包容伊赦免。只要我愿醒悟回来，就亲像林布兰迄幅图一样，永我在怀。伫我人生最后终点的时阵，伫遐咧听候的，就是天父。兄弟姊妹，我想咱受要求就爱亲像天父的顺传一样。这就诚做咱伫父亲节，咱做伙来面对，诚做一个属灵的长者迄种的迄个心怀。保罗讲毋通阁继续做囡仔，虽然大囝、二囝对老爸拢有误会。拢有因为家己的想法，总是我听的不受任何的影响，用上深的关怀、慈悲、接纳，该抹伫伊的心怀内底。要诚做属灵成熟负责，我想至少有3个要素：第一，忧伤。这个老爸一直为着这个囝儿，为着大囝、二囝来忧伤，嘛为着家己啦。今日咱做一个属灵的长者。咱为着家己的罪忧伤，当我看见家己心内迄个黑暗的一面，迄个贪婪、迄个暴力、迄个怨恨、迄个不平，充斥伫家己的心内，伫这个世界就会忧伤。这个老爸一定定定为着伊的大囝、伊的二囝来忧伤，为着因来祈祷。第二就是赦免，
真困难，已经受到真大的伤害啊！总是我愿意来赦免，我愿意来宽容、来接纳。兄弟姊妹，咱有捡回来咱家己的性命无？你是毋是已经失袂去啊？以前咱只有伫这个世间咧活，是为着家己多无大代志，所以咱互世界牵咧行，互这个世界一切名声地位迄种的虚荣心牵咧行，互世界所奴役。第二个，你的失败就是拄着真侪试炼灾的，为咱真艰苦，所以咱有时会累至失望、四面看无路。上帝，你伫什么所在？有时咱为主做工，低到失志路途坎坷，为虾是无感觉上帝的扶持，闪现亚现。有时咱敢若亲像一个婴仔，任性，无老年期的道理，诚做熟龄的婴仔。今仔日毋茫咱定心捡回来咱家己的性命，要问家己就是我。永远的主家到底是这个世界，还是伫上帝遐？我要在这个世界找到无条件的接纳、肯定，还是我感觉伫另外一个家伫遐无条件受接纳更加重要？我今仔日咧度无到底是为着家己咧度无，还是为着上帝咧度无？你今仔日也是伫这个世界伫遐咧奔走，还是你已经伫回家的路上？今仔这环境，我是互环境所制约，还是我目睭看伫上帝的面前？巴洛失望的时，上帝甲伊讲：你无论倒位去，我要互你捡着家己的性命。毋茫咱会捡着咱家己的性命，搁一摆找着咱生命的方向，肯定上帝对咱的接纳。今仔日咱就用这个主要所甲咱讲，听家己性命的会丧失你，总是万分家己的性命，伫这世间的，的确要保伊到永远，因为你已经倒来伫上帝厝。人若服侍我，就着缀我。我所得到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重伊。亚利米检采嘛要对巴洛讲：你若服侍上帝，上帝的确会对重你，你也的确会伫迄个永远的活命观顶有份。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搁一摆来思考阮生命的方向。特别伫父亲节的时，阮真正亲像囡仔，亲像迄个大囝，亲像迄个细汉囝。流浪，未体会到上帝你对阮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赦免，无条件的听。当阮溃烂衰烂，当阮感觉上帝离开阮真远的时，主啊，求你互阮捡回来阮家己的性命，伫上帝手中找着阮继续行落去，拍拼落去的迄个溃烂知影上帝你绝对无弃杀阮，你要互阮定心捡回来。阮家己的活命，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咱这是要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177首，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咱要来吟第1节甲第4节。会众请起立。
车济，咱即时要来奉献。咱奉献的时咱能用两款的方式，一款是咱要用现金咱来先放咧咱大先所准备为着奉献所准备的信封内底，然后方便的时阵，咱摕来到礼拜办公室。第二，咱能透过即个银行汇款的方式，将咱的即个现金来汇到咱的教会的户头伊银行是第一银行南门分行代号是007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账号17210108282汇款了后，请到办公室私人干事来确认咱关系到奉献的真信咱现金奉献的部分，请伫主日中昼12点半之前来送到办公室，就是咱来采取这个转账的方式咱伫拜五下晡3点半来截止。伫这期间，咱收到的奉献，咱就会甲看在咱后礼拜的周报内底，来互兄弟来真信。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个今仔是爸爸父亲节咱来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若毋忘每一个做老爸的，拢会用参像箴言17章第6节所讲的：子孙是老人的冕旒，老爸是囝儿的荣光。做咱囝儿的，嘛用参像圣经所讲的，着听叹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也毋通看轻伊来用这个态度来友好咱的父母。第二，咱实体礼拜，咱对后礼拜8月15号开始咱要照着政府所规定的人数。咱来恢复咱南门教会部分的实体礼拜，为着要做好咱安全的措施，咱有几项要请兄弟甲教会来配合。第一，为着要更较准确来来即个控制即个每一个礼拜的人数所以咱要采预约制我再讲一遍，咱要采预约制。就是咱若要参加礼拜时的实体礼拜拜二开始，就是伫咱干事上班的时咱能甲办公室私函干事来报名来登记来讲你要参加华语礼拜，还是要台语礼拜一场礼拜上济50人所以即个人数有即个限制所以你着先报即个干事会用甲你讲你用是毋是即个伫即个名额内底即个名额若满的时阵，咱到后礼拜来优先若无报名的即个兄弟真歹势因为即个政府的规定所以咱就无法度进入即个礼拜堂来礼拜来请你先转去请大家会用谅解因为政府对即个规定真严再来第二项咱华语礼拜甲台语礼拜的中间，咱会做即个礼拜堂的清洁甲消毒的工作咱咧礼拜中间，咱拢要梅花座咱伫即个椅面顶，咱会做记号，咱就照着做记号的即个座位，咱来坐落来好，第三，教会有准备2台自动量体温甲上时伊的喷酒精的即个机器即个车咱来入来礼拜堂的时阵咱爱来量体温甲即个喷酒精上时咱嘛要采10连制所以咱会准备即个10连制咱有 QR code 是咱会用来伫遐来登记即个礼拜中间全程爱戴口罩袂使摕落来奉献咱会准备即个奉献箱毋是即个奉献袋咱无要用传的所以咱甲钱咱的现金直接甲落入去咱的奉献箱内底咱礼拜煞
咱要甲兄弟有一寡交谈吼，咱较歹势，咱来去甲外口，礼拜堂外口吼，室外的所在咱来伫遐来交陪吼。好，第四，若未当来参与即个实体礼拜的兄弟，咱请继续来参加咱教会即个直播的礼拜吼。咱嘛用网络吼，咱嘛是搁继续。咱拜托第五地，拜托兄弟啦，知影即个信息，就是咱恢复即个实体礼拜的即个信息吼，咱用互即个其他的兄弟来知影吼。并且咱来为着即个疫情继续咱来祈祷。再来第三，献歌队已经对8月初6就是前天吼，礼拜5下暗的7点半，咱为着实体礼拜的恢复伫遐来备办伫遐来练歌吼。咱真感谢献歌队指挥甲咱的伴奏的老师，以及参与献歌队服侍的遮兄弟。其他咱的支持团契亲戚、少戚陆续咱有恢复因的因有恢复礼拜吼，请遮的亲友吼会用来注意因聚会的内容甲伊的时间吼。第四传道组对即个8月16号吼拜一开始，伊要继续来推动全教会读经灵修的即个运动吼。这边咱要读的内容是8福吼，马太福音的8福，就是登山宝训吼，甲哥林多的前后书吼，咱共款每一天在8点左右，咱会照着南门教会官方的来发出咱每一天灵修密想的内容吼，咱这边预计咱9月25号可以来完成吼。毋茫有搁较侪的兄弟来参与伫即边圣经灵修即个研读默想的即个活动吼。代祷事项，第一个今日父亲节吼咱祝福每一个当爸爸的吼，父亲节快乐咱嘛继续为着做老爸吼来祈祷吼，求上帝来祝福来祝福。第二，为着疫情，咱教会有一寡应变的措施吼，咱的实体礼拜的恢复甲团契遮的聚会时间的安排侪的即个防疫措施吼，求上帝来帮赞，互咱能搁较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来祈祷。第三，咱要为着我头拄讲吼，咱要伫8月16开始推出新的阶段的灵修默想，咱为着遮的准备工作来祈祷，嘛为着众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带领兄弟姊妹有感动来参与着即个读经的活动。牧师要补充无？我来补充一项代志吼，迄个有人咧问讲牧师我敢袂通来地下室吼？来参加看直播，真实的，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是用门牌啦吼，一个门牌，不管你是大楼还是干那一间厝，就是一个门牌，干那会通用50个，所以咱伫礼拜时间，虽然咱有6楼，总是干那会通50个人伫内底，所以你来要搭地下室都无法度，检测会通搭办公室，总是办公室容量嘛真有限，所以咱只能照目前50个人的名额，除非伊搁放宽，咱就会通迄落。第二项爱甲大家拜托就是讲，你慢只敲电话登记报名后礼拜，爱拜2才开始吼。因为我拜托思涵、黄干事遐，伊才有确定的名单，扣掉每一场扣掉属凤的人，我们还有多少名额？咱迄个偌侪名额，伊遐才有真清楚的名额。伊若答应你来，人超过，都嘛真歹。所以咱拢爱通过单一窗口，就是思涵干事遐，伊有一个表格，听我登记。如果讲安尼你会当请迄个时阵咱才来参与吼。拜2上班时间甲下班时间的中间，请你来报名登记一下，安尼咱会通确切掌握人数。你若报名，请你就一定爱来吼，无你就占一个名额。如果你需要外劳甲你做伙来，
你报名的时阵爱讲我有2个人，吼，如果若有外劳爱甲你塞来，我有2个、3个，你报名的时阵讲某人，阮有3个人，阮家庭有4个人，你爱讲我清楚，阮才有倒通甲留好势。你若报一个来10个，安尼嘛真歹处理代志，吼。所以请大家拜二上班时间才报名，这不得已的情形，请大家会通谅解。希望真紧咱疫情解封来，搁欢迎大家搁倒转来伫遮做伙来敬拜。安尼以上补充。好，咱来吟上言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咱请起立。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引出祝福，甲咱正大家生活伫咧，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坐，密道散会。谢谢小安老师。